伊随时逼学生上船，大生过去迄边，听候伊四散众人，四散众人了后，就家己上山祈祷。已经暗，只有伊家己伫遐。迄时，船伫海中，互影摇带，因为是对头风，明是四更。耶稣对海面行，就群因。学生看见伊行伫海面，就惊，讲是怪物，因为惊就嗷叫。耶稣连逼甲因讲话，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彼得应伊讲：主啊，果然是你，就命令我行水面就近你。伊讲：来，彼得就对船内落去，行水面就近耶稣。总是看见风就惊，直要沉落去，就嗷叫讲：主啊，救我！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小信的人，请需要伊。因上船，风就停。船内的人拜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请丹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放心，是我，毋免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最近是毕业的节期，真侪人对学校毕业准备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拄啊好，今仔日咱所读的14章，嘛是耶稣传道生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这个学生也在面对毕业前的准备。咱来看这个马太福音14章的进程，耶稣是非常的低调，伊医治人，但是禁止人去宣传。伊甲经学师、甲法利赛人有几啊届的交手，但是遐个场合嘛伫伊的控制下面。毋过14章一开始就有一个危机发生，就是惊死的约翰互抬头。为什么讲这是一个危机呢？因为耶稣甲惊死的约翰毋但有亲情的关系，并且因两个人拢是咧传悔改的信息，也因的信息甲一般的经学师、法利赛人无共款。所以，无论因行到倒位，拢会吸引一群愿意跟缀因的人。所以，希律王若伫抬死这个惊死的约翰了后，一不做二不休，嘛顺续将耶稣抬死的话，对希律来讲，规个犹太地区就太平，也袂有百姓会去受到约翰也是耶稣的影响。但是，就伫这种时阵，耶稣伊无去避风头，伊是退去旷野祈祷一段时间了后。第14章，咱看见耶稣无阁低调啊！伊用5块饼、2尾鱼，互5000个人食饱。5000个人，无加上妇女甲囡仔，这已经是小巨蛋的规模，一点都不低调。另外，第15章，耶稣带学生去到这外邦人的所在，伫遐医好真侪外邦人。外邦人呢，是犹太人看做污秽的人，这嘛违背犹太人的律法。但是耶稣怜悯因的需要。第16章，耶稣问学生讲：恁安怎看待我？彼得回答讲：你是基督，真活上帝的囝。彼得的人性非常的特别，伊直接讲出耶稣的身份。这若是以前，耶稣绝对会叫因讲：你毋通讲出去。但是即摆耶稣不但无阻止，并且佫用彼得的回答来做基础。教导这学生讲，伊了后会上耶路撒冷，会受害，但是第3日会过活。所以咱看见，伫惊死的约翰牺牲了后，耶稣的事工反倒是规个拓展出去。我想，咱若伫做学生的时代，咱上惊就是迄种不按牌理出牌的老师。毋管这个老师教了有偌好，这个老师有偌出名，上好这个老师伫学期一开始。就甲咱讲清楚，伊伫这学期伊要教什么，伊要考什么。咱上惊就是老师讲，我即摆要随堂考啊。所以，即群跟缀耶稣的学生，有可能因伫当时嘛又无讲到底咱的老师是咧想啥咧，甚至因嘛认为讲咱的老师应该爱去避风头啊。哪会当伫惊死的约翰互抬头的时，做一寡遮惊天动地的代志咧？另外，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耶稣行伫海面的经文，是发生伫大风涌的情景。
同款的情景嘛发生伫第8章。伫第8章的是，迄时耶稣甲遮个学生共坐船，但是突然间大风影发生，遮个学生惊甲紧，将即个困伫船底耶稣甲叫起来。迄当时耶稣虽然讲恁遮个人乃真小信无胆，但是耶稣嘛保护伊个学生，命令风甲海影马上停止。所以今仔日的情景嘛有可能互学生想到迄天的情形，但是差别在伫即摆耶稣无伫因的船顶，因为20甲咱讲，伫互5000个人食饱了后，伫遮个学生款好势了后，耶稣就逼因上船。这真奇怪，一个遐尼大的场面，这学生毋是应该留落来，有事弟子服其劳，甲耶稣斗3工吗？但是耶稣较无留学生伫伊的边仔，甲伊斗3工，反倒是逼因上船咧。耶稣这个作为，甲伊的学生一开始的时，这个学期一开始的时，是非常的无共。为什么耶稣会安尼做？耶稣知影伊的时间到啊！耶稣知影伊的使命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第14章进前的耶稣，敢若是伊服侍的一个序曲，亲像耶稣伊呼召这学生，伊嘛真侪人伫遐讲譬如。14章了后，就开始进入耶稣服侍一个高峰，就是伊准备受死。所以咱看第16章，耶稣几啊届就有甲学生讲伊家己会受难的代志。所以咱会当讲14章进前，这学生就亲像是新生入学，因什么拢袂晓，所以耶稣陪伴伫因的边仔，循序渐进来教导因，开因的目睭。甚至替因解决问题，但是当耶稣来世间执行伊为着人死的这个任务，这个日期渐渐近，伊知影，互这学生的训练课程嘛爱改变啊，这个强度嘛爱增加。所以因为当耶稣上天了后，是这个学生因家己爱去承担见证上帝国的责任，所以因的训练若无加强。继续用活赖的心态，是无法度长大，是无可能承担遐尔重要的任务。所以耶稣逼因上船，伫遮逼是勉强的意思。即时的耶稣，伊想的毋是要保护学生啊，伊想的是遮学生减官的负即场伊用心规划的毕业考试。兄弟姊妹，这嘛是咱爱来思考的问题。咱拢期待咱信耶稣了后会一帆风顺，什么代志上帝拢保咱平安，一路就冲去天堂。这就好亲像耶稣的这学生，伫因其中几啊位是掠鱼的，伫因今仔日坐船的这个海，嘛是因以前掠鱼的场所，因嘛非常了解这个气象的变化。伫因跟着耶稣了后，也有耶稣伫因的身躯边陪伴因，所以可能因认为因这个团体就甲所有当时老师带学生的遐个团体同款，甚至因跟着耶稣是会当医病赶鬼，会当用5块饼2尾鱼，互遐尼侪人食饱。无一定这学生因内心期待讲，哇，有一日我嘛会出名。所以虽然现主时耶稣逼因上船，但是应该嘛袂有啥物代志会发生吧？嘛应该甲以前同款顺时吧，一切都很美好。但是人生敢会无风影呢？这学生想嘛想袂到，讲第2摆会拄着风影，是因家己爱去面对的。伫经文内面也讲着讲，这学生所坐船是伫海中，但是这毋是海，这是一个湖，叫做加利利湖，嘛有人称伊是吉尼撒勒湖，也是提比利亚海。这个湖毋是讲真大，平常嘛真平静，但是因为地形的关系，若有风对悬的所在吹过去的时，这个加利利海就会起风影。咱想看觅。伫半暝啊，
黑暗暗的时，若拄着风影，是偌恐怖的代志。但是这嘛亲像咱的人生，伫想袂到的时，危机突然间就出现。但是，当这学生伫海涌中间奋斗，当咱伫困境中间群两的时，耶稣对山顶行往海边，行往得要并过去的船，嘛行往爬袂起来的咱。耶稣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这个是我应该互咱，这个是我是用 "It's me", "It's I", "It's I"。和耶稣是用 "It's I"。咱若回答讲是我的时，咱应该是讲啥 "It's me"。所以耶稣讲 "It's I" 是不成文法的。毋过这较互咱想到伫出埃及内面，上帝向摩西介绍伊家己的时有讲啥？我是主人宜人呢。我是自由拥有的。伫遮上帝嘛讲 I am who I am。然后介绍了后，上帝差遣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虽然摩西迄当时要真惊，但是伊知影这位上帝毋是人的手所做出来的一个神，是大有气力的神。另外，耶稣嘛伫其他的场合，伊想要显明家己的身份的场合，嘛用爱这个字。亲像耶稣互掠去大祭司的面前，大祭司问伊讲：“你是毋是基督？”耶稣嘛讲：“爱来讲我是。”伫受掠迄暝，当掠伊的人来找拿撒勒人耶稣的时，耶稣嘛回答讲：“我就是，嘛是用爱，伊毋是用 me。”并且当耶稣讲“我就是”的时，圣经甲咱讲，所有的人拢倒退路，并且跋跋倒。因为显明讲即句话是万权能的上帝。另外，伫耶稣国外显明互学生看的时，爱学生望伊，确信伊是国外的时，耶稣嘛是讲是我，英文是讲 It is I。所以拢是用大写即个爱。所以今仔日的经文，耶稣讲 It's I， 就是要互咱知影。这位会当控制海涌的，就是迄位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万有的上帝。咱知，但是遐学生敢知？当然，迄当时的学生毋知，因为伫马可福音同一段，耶稣行伫海面的这段经文后面有补一句，讲当时这学生佮对耶稣互5000个人食饱这件代志，因要是非常的无知。因无法度明白耶稣的身份，所以咱看起来，面对这场的毕业考试，这学生应该是无法度毕业吧？因为因竟然连耶稣嘛认袂出，为什么认袂出呢？是毋是因对耶稣有错误的期待甲认捌的？是毋是因认为耶稣无可能伫海涌中间来出现的？所以这显明讲。这跟对耶稣已经一段时间的学生，因对耶稣的认捌，因的信心拢无够硬，所以因无法度将第一届伫海面拄着风涌的经验，甲因今仔日的经验结连做伙。因已经袂记讲，伫第一届时，耶稣是安怎命令这个风涌停止。所以当因看到耶稣行伫海面，挖滚因的船的时，因想袂到是耶稣，因惊甲伫遐叫讲是怪物，是个鬼怪。这看起来非常的荒谬。跟对耶稣一段时间的学生，哪有可能认袂出耶稣？但是这敢无可能发生伫咱身躯顶呢？咱这人比这学生较有优势的是，咱有圣经通读。咱知影讲，这个爱大写爱是啥？是大权能的上帝。咱嘛知影讲，耶稣所行的信仰，耶稣传的上帝国的真理，咱拢对圣经读会着，这拢藏伫咱的头壳，咱的理性。但是咱若无坚固，伫拄着艰难的时，对耶稣的认捌，对耶稣的信心，真紧就烟消云散，什么拢无去啊！伫
伫迄当时，咱就惊吓，甚至连徛伫咱面头前的耶稣，出现伫咱面头前，耶稣的作为，咱嘛看袂清楚。所以兄弟姊妹，咱爱对咱所信的有正确的认捌。伫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一本非常好关系苦难的册《同你患难与共》，伊是用上帝的健身房来形容苦难。我想咱中间有的兄弟姊妹会去健身房，是去找教练来帮助你锻炼。伫健身房的内面，咱爱将平常时会当安看咱缺点的衫脱落来，换去你迄个下身的运动服。但是，一换上迄个一下身的运动服，就将咱的身躯的缺点、咱身材的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伫教练伫人的面前，大家拢知影讲你有游泳圈，但是你平常可能你穿一寡衫会当安看。这就亲像咱伫顺利的时，咱的品格，咱做人会当创甲真好。但是当困难、当麻烦一来，咱就进入这个上帝健身房，咱的歹脾气、无诚实、骄傲，完全来暴露出来。但是好佳在，咱有一位完美的教练，伊会伫咱需要加强的肌肉顶面放一寡压力。亲像讲，咱若心肺功能无好，咱去健身房，教练可能会叫你去走跑步机。虽然这个教练袂叫你走过头，但是因为咱习惯平常是坐伫碰椅、看电视、食物件，无爱叮当，所以一开始教练叫你走跑步机，你可能互你上气不接下气，感觉家己得要死啊。但是当咱锻炼一段时间，有一天你会感觉讲，我爬楼梯哪袂喘嘞？你原本迄个无力的骹甲心脏，拢变臃肿啊！但是有一个现实就是，毋是所有的苦难拢会互咱成长。有的代志发生，甲无人会当解释为什么因会存在。亲像咱真无法度想象，伫即个世纪21世纪，也有人会枵死，也有人有无清气的水啉。咱怀疑为什么伫即个新冠肺炎、乌克兰、苏俄的战争会死遐尼侪人，其中大部分的人是无辜的人，也是有可能咱家己伫发生困难的时，咱家己嘛无法度明白，嘛看袂出即个苦难到底对我有啥物意义，会带予我啥物成长。咱对苦难无一个解决，无一个解答。所以，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讲，唯一会当对抗的方法，就是伫苦难来临之前，咱家己爱对圣经、对基本信仰在讲什么，爱有清楚的认捌，并且咱来建立一个稳定的祈祷生活。伊就引用一个何顿这个神学家所讲的话，伊讲：明白上帝是啥，咱是啥。以及上帝伫创造、立理甲救赎中间的道路，这对伫咱生活中的试炼来讲，就亲像是备办要考法学院的一个入学考试。咱考这个试，咱备办要考试，是为着咱要从事法律业。升学是真严肃的代志，准备这方面的考试，毋是头壳的一个佚佗的物件，伊是关系生甲死，伊关系咱好好啊活，好好啊死。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勉励读者，伫困境来临的进前哦，咱就爱认捌，爱去掠条这个教导。因为当你受困伫困难中间，你就无时间，你嘛无心情伫遐查考圣经啊。伊嘛用伊牧会40几年的经验，伊讲伊看过真侪经历困难的人，毋是因特别坚强，是因为平常时因就对基本信仰在讲什么，因有清楚的认捌，因备办好家己的思想，
所以伫困难来临的时，因就会当勇敢倚靠即个对死搁活的主耶稣来面对这个挑战。伫差不多200年前，有一个传福音非常厉害的人，叫做穆迪。差不多有100万的人是因为伊传福音来信主的。但是这个穆迪细汉的时，伊的家庭非常的丧凶，因为伊的老爸早就过身，因兜拢总有10个囡仔爱食饭。所以这个厝边也是亲情拢劝伊的老母讲：“哎呀，你将几个囡仔送互人啦，你的日子会较好过。”但是要送倒一个咧？每一个拢是老母的宝贝，哪甘送互人咧？所以这穆迪的老母就在要困的时，照常伊每一天的灵修，伊拍开伊的丈夫唯一留落来物件，就是一本圣经。伊读到耶利米书第49章11节，就将你无爸囝放下地，我要保全因我，你这个寡妇也着倚靠我。穆迪的妈妈跪到祈祷中讲：“主啊，你既然讲你会保全因的性命，我就倚靠你。”所以，伊将这10个囡仔非常辛苦养饲大汉。穆迪排第6个。伊的老母伫困境的中间听主的话的结果，就是穆迪互主使用，并且穆迪互侪侪人的性命来得到主耶稣。伫风影中间听主的声，认主的作为，会帮助咱安心交托。特别咱生活伫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风影不时特别安看咱。但是耶稣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It's me， 毋是 It's me， 是 It's I， 大写的爱，是上帝关灵的上帝的爱。既然风影要伫地，虽然咱的信心要真实，虽然这个困难看起来好亲像是我家己伫面对，但是主耶稣惊咱。”伊讲 ：“It's I， 毋免惊，伊要陪伴咱。”所以咱搁转来看这段经文，这学生的考试看起来敢若无合格，应该留校查看吧。但是接续落来经文，较互咱看出上帝伫人看做失败的代志中间显明伊的心意。28节到31节是咱非常熟的彼得。伊搁一届显出伊甲其他的同学真无共款的所在。彼得互咱的印象就是一个爱出头、做啥物代志拢冲第一、袂去考虑后果的人。所以嘛，因为安尼，咱伫4本福音书内面看见伊的记载是比其他的人搁较侪。特别是今仔日这段耶稣行伫海面的记载，这段记载伫马太福音、伫马可、约翰拢有出现。但是只有马太福音记录彼得也想要学耶稣行伫海面的故事，所以今仔日只有马太福音有记载彼得的这段故事。当彼得听见耶稣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彼得随时讲：“主啊，果然是你，就命令我行伫水面就近你。”对这来看，彼得甲其他学生同款，伊无认出伫伊面前的就是耶稣，因为伊用的是 if。主啊，如果是你，伊毋是讲主啊，你紧叫我来行伫水面吧，毋是伊讲如果是你的话，所以伊毋知影，伊甲其他的人同款，无确定即个就是耶稣。但是彼得的请求非常的反常。咱来想想，伫大风影的内面，彼得应该是讲啥？主啊，如果是你，求你亲像顶一届同款，命令这个风甲海影停止吧。主啊，如果是你，求你互阮紧紧平安上岸吧。但是咱看见这个彼得甲伊的同伴无同调，一点都不同调。伊愿望是会当甲耶稣同款。
但是耶稣嘛无因为伊的回应来笑伊、否定伊，反倒耶稣对伊提出要求讲来。所以伫遮有无共款的解经家对彼得的反应有无共款的解说。有的人讲彼得用"如果是你"表示讲，这甲耶稣伫旷野受到魔鬼试探，魔鬼迄当时嘛讲"如果你是上帝的囝"，有神学家讲这两个是共字，所以表示彼得根本无相信。但是嘛有另外一派的神学家讲，彼得伊不但相信，并且伊望搁较深的相信，所以请求耶稣，互伊有安尼一个经验。会提出安尼遮个解说，两种完全无共款的解说，就是望咱毋免一直坚持倒一个答案才是正确的。因为当咱看见彼得，伊一摆搁一摆的闯荡失败，即个彼得，嘛是咱每一个人会惊呢。咱甲彼得共款，会因为个性，也是咱信仰的深度无共，来做出无共款的决定，甚至是一个失败的决定。所以咱毋免对彼得有太侪的批评，因为若是咱，有可能连提出安尼邀请，拢安尼的请求，咱拢毋敢提出。后来，咱就伫即个海涌摇摇海海中间，咱看见彼得离开船，踏出伊的第一步。但是，当伊看见即个风涌真强，一惊得要沉落去啊！伊叫讲："主啊，救我！"咱看见彼得伊无失败到底，伊知影伊伫上危急的时，爱及时掠掉耶稣。伊叫讲："主啊，救我！"这是一个上帝的祈祷。耶稣伸手救伊，救伊。所以对遮，咱会当看见彼得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伊每一摆跋倒，伊拢紧紧爬起来，并且每一摆失败，伊甲耶稣的关系就哪来哪近我。亲像咱印象上深的一段经文，就是彼得3摆毋认主耶稣，这实在有够害呢！一个学生哪会当否认伊的老师？但是咱看见，当伊想到耶稣以前甲伊讲即个代志一定会发生的时，彼得规个醒悟过来，伊哭出来。你叫一个犹太查甫人伫人面头前哭，这哪有可能？但是彼得痛哭，伊哭出来。这个哭毋若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反应，这个哭是一种认罪，是一个极大的忏悔。所以咱看见了的彼得，伊真做是一个报道家。伫迫害非常严重的时，伫误顺这真侪人自责的时，彼得徛起来宣告伊的信仰。这段经文有一个真奇怪的所在，就是彼得甲主讲："互我行伫水面。"马太福音的作者嘛讲彼得行伫水面，但是若是耶稣，拢是用耶稣行伫海面。我想马太福音的作者有伊特别的意思，若无就袂有水面甲海面两个讲法。有一种解说是讲，彼得行伫水面，因为伊看的就是伊的脚所踏的迄片的水，是有限的水，这证明伊的信心非常的细，细甲亲像伊的脚盘遐尔细。所以耶稣才会对伊讲："小信的人，啥事摇疑。"耶稣讲小信，毋是讲伊踏第一步就惊甲喊救命是小信。耶稣讲伊小信，是因为伊敢若看家己的脚，伊毋是看迄个掌管规个海洋的耶稣。兄弟姊妹，这嘛在提醒咱，上帝创造咱人类，毋是爱咱去面对解决所有的问题，伊是爱咱用迄种亲像囡仔聚焦伫老母、老爸迄款的注意力来仰望伊。因为咱若敢若看家己的问题，也是看环境的变化，
咱的信心真容易来消失。但是，当咱自身看耶稣，当咱看见掌管一切的主，虽然咱的信心非常的小，但是咱就知影，毋是我伫面对这个问题。这帮助咱产生一种超越咱的理性、超越咱的经验、进一步的信心、跳跃的信心。有一个囡仔，伊足愿望想要成做一个音乐家，所以伊就去找一位真出名的音乐家，求伊来收伊做学生。这个音乐家非常的年老啊，所以伊感觉讲伊要退休啊，伊无爱想要收任何学生。不过，当伊听这个囡仔弹奏了后，伊发觉讲这是一个可造之材，所以伊就收伊做学生。伫接下来日子，伊将伊全部的精神拢放伫来教这个囡仔安怎来弹钢琴。有一天，这个老的音乐家讲：“囡仔，你学成啊！”所以因就去租一个大音乐厅，并且公开宣布要举行弹奏会的消息。大家拢听讲，这个老音乐家收学生，安尼这个学生应该是非常优秀。所以伫迄天，真侪人来，规个音乐厅拢坐满满。这个囡仔真正弹了非常非常的好，大家谱仔声嘛不断响起。到伫最后，上尾张的弹奏，囡仔较无将伊的目睭放伫遮欣赏伊、期待伊弹奏的观众。囡仔将伊的目睭放伫迄个坐伫顶面伫遐看伊的老师的身躯顶。迄当时，伊的老师甲伊点头讲：“囡仔，你行伫正确的路，就继续落去吧，就安尼继续落去吧。”今仔日耶稣嘛伫天顶看咱，伊爱咱将目睭放伫伊，毋是看人，是看伊。当咱看伊，就知影眼前的风景是要造就，是要互咱产生一个毋是靠家己的信心。主看的毋是讲咱的信心有偌大，主愿望是咱每一步会当紧紧看伊。较毋是一直看家己迄个有限的骹步。伫创世纪13章15节，上帝对亚伯拉罕讲：“你所看一切地，我拢要互你甲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但是亚伯拉罕若无踏出第一步咧，伊所看的永远是伊的目睭迄个有限的看见。所以，咱嘛应该用对上帝的信心，勇敢踏出迄个第一步。就亲像摩西伫当时的百姓，搁一摆来宣告上帝应允的时有讲：“既若恁的骹掌所踏的地，拢要归互恁。”咱若无踏出第一步，咱是要安怎看见咧？所以，愿望咱踏出咱的信心无够野迄个第一步。主啊，我只是一个小信的人，我信心无够野，但是我勇敢踏出迄第一步，咱就要看见上帝大个奇妙的作为。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无弃嫌阮是软弱的人，你无弃嫌阮的信心真软弱真细。你又愿爱阮伫生活中间去经验你是大丰富全能的上帝。主恳求你帮助，互阮会当勇敢踏出迄个第一步，互阮无因为环境，无因为阮的个性的问题来受限制，互阮相信主你伫引带阮，是你伫掌管。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